大家好，又係我深井中年好聲音日進社創辦人陳 Sir。今日好高興啦，請到我哋 DSE 英文嘅升級顧問導師 Miss Carly 做一個訪問。咁我諗各位家長同埋同學都好熟悉 Miss Carly 噶啦，因為咧 Miss Carly 就幫我哋中心寫咗好多升級嘅教材嘅，一陣間再同大家介紹下。咁大家都知啦 ，Miss Carly 咧就喺呢個 DSE 英文攞到最高級別嘅5星星。咁喺度咧再次恭喜 Miss Carly 先。Thank you。咁都唔止喎，佢喺卷2嘅 Writing 嘅 Part A 咧攞到幾多分啊？係接近完美嘅41 out of 42。咁如果大家撳一撳計數機，41分咧就即係點啊？大概係97點幾個 percent 啦。咁呢個真係匪夷所思嘅，因為點解啊？小學作文90分都難啦，初中更難，高中咧就聽都冇聽過。咁究竟 Miss Carly 點樣可以喺呢個咁緊要嘅 DSE 考試 Writing Part A 攞到接近完美41 out of 42咧？咁不如就以下幾集咧就會同大家分享好嘛？